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3月13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1篇，创世纪24章第1节到27节，约翰二书第1章第1节到13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活出真理。前礼拜五，牧师参加国际年青社。这个是YMCA 基督教青年会的兄弟会啦吼。因伫旧年创立100周年，伫今年庆祝。伫迄个会中，国际贵宾牧师甲因分享，用基督教信仰的基础精神。牧师用大家拢真熟的经文，就是约翰一书第4章19节的经文，甲参会的国际贵宾来分享。其中所讲的一项就是听，因为听的行动来展现出咱的信仰。雅各书嘛甲咱讲，应该着爱活出迄个信仰。因为若无行动的信是死的。伫今仔日的主题活出真理，嘛是对安尼信仰基础做思考。基督徒跟对上帝的人，就应该爱伫生活中活出信仰，来展现咱是真实属主的。创世纪记载着亚伯拉罕伊为着家己的囝以撒娶某的记载。咱今仔日将焦点放伫受竞选的女子利百加的身上。首先，咱看到亚伯拉罕伊的吩咐，伊对伫迄个管理伊的家产、年纪上大的仆人讲。将你的手放伫我的双脚的中间来咒詛。我要爱你指着上帝，就是天地的上帝来咒詛。你袂通伫即个迦南的女子的中间替我找新妇。你一定爱转去伫我的故乡，伫我的亲族的中间替我的囝以撒娶一个某。利百加是亚伯拉罕伫5年的亲人，为什么伊无伫目前所住的所在来选某呢？咱若对圣经的角度来看，就知上帝爱亚伯拉罕甲以色列民族来离迦南人较远呢，因为因会带来的是一种拜偶像的负面的影响。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民族认同的问题，这是犹太人或者是咱讲当初时的人的文化问题，因无接纳无同款属的人，特别因伫婚姻甲伫家族的传承的中间有关的代志。利百加会通被选着，除了因为伊热情的款待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以外，圣经佮记载讲，伊祈祷讲：上主，我主人亚伯拉罕的上帝啊，求你今仔日互我有好的机会。求你持守你对我主人的承诺。我现在徛伫古井边，城里的少女拢会来遮抢水。我要因中间一个人讲，请你放落水盘，互我水啉。如果伊讲请啉，我嘛拍水互你的骆驼啉。我望这个少女就是你为着你仆人以撒所竞选的佳偶，安尼我就知你持守你对我主人的承诺。伊还未祈祷完，利百加就已经到古井边，经到头扛着水盘。伊是比土利人的查某囝。
比土利是亚伯拉罕的小弟拿何甲伊的某密加的囝。利百加是一个真水的查某囡仔，阁是处女，无有人亲近过伊。伊落到伫古井边，将水盘底满水就起来。迄个仆人就走去见伊，对伊讲：“请互我一点仔水啉。”伊就讲：“先生，请啉吧。”伊就赶紧放落肩胛头顶悬的水盘，托伫手中，互迄个仆人来啉。迄个仆人一啉完，利百加就讲：“我也为着你的骆驼来抢水，互因啉到饱。”伊就赶紧将盘内底的水倒入伫水槽，佮到古井边去拍水、抢水。安尼，伊互所有的骆驼拢啉个饱。伫这所在，咱看见利百加伊活出一个有热诚、愿意服侍、欢喜接待一个真美好的个性。这互亚伯拉罕的过年的老仆人欢喜甲袂孤单。心内上，这就是上帝为着伊的主人所备办的。基督教的信仰其实非常重视这个实践，特别是咱看见到耶稣基督的教导，甲伊所留落来的典范。另外，伫雅各书也将这个行为实践的教导写甲真清楚。迄是一种活出来的使命，信仰的使命。约翰写互地方教会的批信，收批的人到底是毋是国人，咱无法度知。但是照伫过去圣经的文化，真有可能是指教会。通常教会是用女性来形容。亲像保罗捌用丈夫到太太来比喻着基督甲教会。如果是安尼时阵，文这个批信的中间咧讲的儿女，就是伫教会内底的基督徒。就是讲约翰非常学了教会中间因基督徒的行为，讲我真欢喜，因为我知你的儿女中间有遵探天父命令、生活伫真理中的人。但是，亲像有一件事游园做了无够好，就是彼此相听。也因为安尼，约翰就讲：所以，亲爱的夫人，我请求你，咱大家彼此相听。我你所讲的，并毋是一条新的诫命，乃是咱对起初就领受到的。我讲听，就是咱必须爱遵探上帝的命令。恁对起初所听到的命令，就是恁得爱用听做生活的中心。约翰搁较进一步来说明，伊讲恁得爱细字，才袂抵到失去恁所有成就的，乃是会通得到全部的奖赏。即使有人无持守着基督的教训，颠倒偏离迄个就是眼中无有上帝。迄个持守假释的，就得到圣爸甲圣囝。就是因为当初时有济的即种假先知、假教师的出现。因好认着耶稣基督的
降世。约翰真严肃来提醒教会的基督徒讲，济的骗子已经伫世上世界的活动，因公开否认耶稣基督降世为着人这项事实。安尼的人是骗子，是对敌基督的。若是有人到伫恁遐，毋是咧传授即个教示，就毋通接待伊到恁的兜去，也毋通伊来问安，因为伊问安，等于是伫歹事顶悬，甲伊同流。这伫最近新闻的报道的中间，也讲到韩国的社教，就是亲像安尼。伫咱台湾也是亚洲的这个世界，也有一个叫做全能神教会的异端，这拢是咱现代人爱摄入的。也就是讲，基督徒不但爱活出真理的性命，更较重要的，另外就是爱拒绝才会得基督的人，甲因同流嘛是一种拒绝甲因同流，就是一种活出来真理的信仰性命。诗篇81篇。上帝是咱的快乐，着大声称赞伊，着唱歌称赞雅各的上帝，着唱诗歌摇铃弹好听的琴甲瑟，着伫初1、15咱的节期的日分扫角，因为这是为着以色列所定的规律。是雅各的上帝为着因所设立的礼仪，伊攻击埃及地的时，有甲以色列人的子民立约。伫遐我听见以前毋捌听到的话。上帝讲：我将因经到头顶的重担散开，互因放落手寒冻的拿。恁伫患难中求叫，我有解救恁。我对雷得弹的密云的中间来应答恁，伫美利巴的水泉边来试验恁。我的子民啊，恁着听，我要警告恁，以色列啊，我若安尼。望恁听叹我，恁中间毋通有别个神明，外邦的神明恁毋通跪拜。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我要带恁对埃及地上来，恁的喙着大开，我就互恁巴足。毋过我的子民毋听我的话，以色列拢毋插我。我就出在因心意，互因照家己所爱的去做。我若安尼望我的子民听叹我，以色列肯行我的路，我真紧就会制压因的对敌，用手倒袂攻击因的对敌。怨恨上主的人会伫伊的面前来衰退，因会永远受刑罚。上主要用好的蜜，互以色列者，用对石盘出的蜜，互因满足。恳求上帝帮助阮伫生活中活出真理，用安尼来见证阮是你的门徒。透过阮的生活来荣耀主你的圣名，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